菩薩摩訶薩8萬人，除咗比丘、比丘尼、良眾之外咧，就講呢個菩薩眾啦。菩薩為因，至佛為果。望佛果而受因呢，就名為菩薩。菩薩因地嘅功德係圓滿呢，即證佛果嘅菩薩。所以菩薩屬因，至佛屬果。菩薩呢係梵語，菩薩就稱為道，道心，道就不離心啊，心就係道，埋咗呢個心呢，失咗呢個道，明心呢，就見呢個道。何謂道啊？中道虛空，道係虛空嘅，中理虛空，名之為道。道心呢，就菩提，菩提就名為道心。你有道心，你有菩提。如果冇道心呢，冇得呢個菩提啦。凡以菩提，只聞道心。薩埵呢，薩埵就眾生，眾生有道心呢，都名為菩薩。如果眾生係無道心呢，都名為眾生。所以眾生做菩薩好容易。如果你發菩提，呢個就菩提道心嗰個眾生啦。所以稱為菩薩啫，道心眾生也。摩訶薩呢，摩訶就大道心的眾生。呢個眾生不但有道心啊，而且用呢個道心啊，上求知佛之道，下化眾生，故名大道心的眾生。大道心的眾生呢，就摩訶薩。在呢個法華會上啊，大道心嘅眾生嚟向呢個法華經，或者嚟影響呢個法會，影響眾。大道心的眾生呢，唔係一定係菩薩嘅，有啲個古佛再來，已經成咗佛啦，大果而行因呢，佢亦名為菩薩。所以佢就嚟呢個法會咧，唔係向經，係影響呢個法會。俗話叫做捧場啊！釋迦牟尼佛講法華經啊，我嚟捧個場嚟影響呢個法會。所以菩薩咧係有的係嚟向經，有的係嚟捧場。菩薩摩訶薩有幾多人呢？8萬人咁多，比呢個比丘尼啊就多啦。比丘尼有6000，比丘會更多。比丘啊，正阿羅漢果，只不過12000人區。菩薩中向法華經呢，就8萬人。大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7倍轉，呢個就行得讚歎菩薩呢，成就呢個妙法啦。大熱個個都做到，阿耨多羅之云叫做無上。咩無上呢？正等正覺三藐三菩提，再講無上。三藐三菩提啊，係梵語，三就名為正，藐就名為偏，三菩提就名為智，即是正偏知。正偏知係別果子名，佛果呢在上，更無有上。
所以名為正遍知。又咧翻為正等正覺，三就名為正，三藐就名為等，三菩提都稱為正覺。覺等法界，呢個覺啊以法界嚟相等，所以呢個就正等覺。自遍法界，呢個智慧啊遍呢個法界，所以就稱為正遍知。自遍法界呢個就係佛，覺等法界咧又係佛。佛咧就再講無相，所以稱為無相正遍知，無相正等覺不退轉。對呢個無相嘅菩提啊，有三個不退。第一就位不退，第二就行不退，第三就念不退。何謂位不退咧？發咗菩提心咩？永遠都做菩提啦，唔會退過嚟。一退菩提咧，就做呢個凡夫或者做二乘，不退二乘，不退凡夫，永遠站在菩薩嗰個地位，呢個名位不退。位不退咧，就菩薩嘅位置咧，就十智慧嘅菩薩啦。第二就名為行不退，雖然站在菩薩嘅位啊，你有冇受菩薩行啊？如果不受菩薩行咧，你呢個行就退咯。哦，我依然受菩薩行，受菩薩行，菩薩行係咩嘢？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六波羅蜜，十波羅蜜，呢個係菩薩行。菩薩之行而不退咧，就菩薩嘅位置咧，就十行位的菩薩。念不退，雖然你受菩薩行啦，你有冇起個念頭話唔想做菩薩？哦，唔會有呢個念頭。念念咧都係菩提，念念咧都流入十河一海，呢個就名為念不退啦。所以對呢個無上正等覺，位又不退，行又不退，念又不退，三種不退，烏雲不退轉。舉個譬如，我哋出咗家之後咧，做出家永遠唔會退啊！呢個就位不退。佢出咗家之後啊，佢站到出家嘅位，佢唔會退。一退啊，唔好聽啊！一退就還俗咯嘛，係咪啊？出家人咧唔可以退，呢個就位不退。雖然佢未曾，佢唔退嘅，但係佢有冇受出家嘅行啊？冇啊！食飽飯就瞓覺啊！出家嘅行，佢就退咗啦。出家嘅修行啊，唔係叫你食飯嚟出家咧，唔係叫你享福嚟出家咧，出咗家嚟要生死啊！度自己啊，或者度人啊，度人又係修行，不修行焉能度人？度自己又係修行，你唔修點可以度自己？所以雖然出家你個位不退，你話啦就站在出家嘅位置，但係出家嘅行你未曾受啊！食飯瞓覺不修行咧，你個行就退啦。哦，有啲啊！出家嘅位不退，行又不退啊！念經啊，坐禪啊，上至當職啊，掃地啊，煮飯啊，樣樣都做，受出家之行。你有冇動念啊？啊，有時動一個念頭，打晒間五欲嘅妄想，啱人你個念就退咗。行唔退，出家嘅念去啊！你念佛啲時候，你就求生淨土啊！念念都有見佛，誰不知你唔係有一個念咩？你打咗一個妄想啊，想就晒間五欲嗰個念，那麼你個念就退啦。所以位不退就則易啊，行不退就則難，念不退就艱難啊！
雖然我哋係個出家人有時都唔會懶惰，勤力修行，但你有冇動晒間嗰個念呢？如果動晒間念咧，你就出家個念就退咗啦。出家個行冇退，出家個位冇退，出家個念就退。若果出家個位唔退，出家個行又唔退，出家個念又唔退，念即係正念現前，你不久你就悟到啊！我哋哪一個能夠晝夜六時純一嘅正念呢？恐怕有時帶一兩個妄想嘛，帶兩個世界妄想咧，出家嘅念就退咗咯。咁樣咧，你呢個出家嘅念不能圓滿，呢一念令你悟道，你一念唔得純潔，唔得純正，所以有時修行拜邊個咧？拜自己啊！嗰個念咪得純一啊！唔係晝夜六時正念現前啊！念呢後有嗰個雜念啊，雜咗世間嘅念啊！世間嘅念一雜，呢個念就唔得純一，唔係正念，唔係常嘅正念。所以每修行啲人而拗無悟道啲人嘅議論角，皆由呢個念去咗呢。係古德修行念不退，一念就萬年，萬年就一念，所以佢就悟道咧。因此我哋發的意思，一有位不退，第二有行不退，第三呢個念又不退，三種不退你就能夠證無上菩提。所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皆得可羅尼。8萬個菩薩咧，個個都得呢個可羅尼。但依可羅尼，此文借持，借惡而不起，借善而不失，持一切善，借一切惡，惡通通借晒啦。借咩惡啊？借呢個取相，借呢個無知，借呢個無明，取相無知無明三惡借咗。持咩？持呢個法身，持呢個般若，持呢個解脫持法身般若解脫嗰個善，借呢個取相無知無明之惡，借一切惡，持一切善，你就成就呢個可羅尼。可羅尼之梵意比方我念咒亦有可羅尼，大悲咒可羅尼，念到一切惡不起，念到一切善不失，好，你得呢個大悲咒可羅尼。或者我念佛亦可以念到可羅尼當你念佛的時候得念佛三昧呢個可羅尼就現出嚟啦。你念佛啦，一切惡借之而不起，一切善受持不失，嗰陣時咪念佛可羅尼咯。所謂戒得可羅尼，樂說辯才，你能夠借一切惡法而不起，持一切善法而不失呢？咁樣你善惡就分明邪正了然，你就能夠為人演説一切佛法啦。佛法就講辯才，善用呢個法無外辯，自法嘅名相講得好清楚。法無外辯才，法嘅名自法嘅名相解得好清楚。法無外辯才。第二義無外辯才，自法嘅名你識會講喎，自法嘅義你解俾我聽。能解其義，自法嘅義理能解，義無外辯啦。咁樣法無外辯，義無外辯，還有自法嗰個詞無外辯。對人説法唔好死板嘅，活潑嘅，用世間
粗言俗語都能夠解釋呢個佛法，呢個就詞無外辯嘛。尤其是對中國人就講中國話，對外國人就對外國話，拋對天上就講天話，見到龍就講龍話，呢個言辭嘛，用種種嘅言辭演説佛法，名為詞無外辯。拗説無外辯呢，將一法視為無量法，無量法視為一法，滔滔不絕，呢個名為拗説無外辯。四種辯才之中呢，以拗説無外辯才在談。法無外辯，義無外辯，詞無外辯，拗説無外辯。轉不退轉嘅法輪，既然有四種嘅辯才啦，就能夠咧説法，令聽法嘅人啊聞法就得利益。未曾入菩薩位，令佢聞法咧就得到入菩薩位，呢個就位不退轉啊！未曾修菩薩行，聞你説法以後咧就修菩薩行，呢個行不退轉。未曾見法身，聞你説法咧，念念流入薩婆入海，親見法身嘅本來面目，呢個名為念不退轉啊！那係古德修行用功，百尺竿後坐的人，雖然得入都未為真，百尺竿後雖真報，十方世界現前身，呢個就念不退轉啊！大德高僧一説法，你就開咗悟，呢個就名為念不退轉啦，行不退轉啦，位不退轉。故云菩薩有拗説無外辯呢，能夠令聽法嘅人得到菩提，位不退轉，菩提行又不退轉，菩提嘅念又不退轉，是以叫做轉不退轉法輪，唔係叫你轉呢個退轉嘅法輪，叫你轉呢個不退轉嘅法輪咯。有個轉呢個退轉嘅法輪呢，嗱咪呢個就係魔王啦。魔王説法啊，令佢還俗啊，呢個就位要退轉啊。魔王説法啦，令佢唔受行啊，行退轉啊。魔王説法咧，令佢起世俗五欲自念，呢個就念退轉啊。所以菩薩咧就轉呢個位行念三不退轉嘅法輪，供養無量百千嘅諸佛，轉不退轉法輪呢，下化眾生啊！凡有上求佛道，菩薩有神通，一身就化為無量身，一身遍供養無量嘅佛。呢個普賢行願品嗰度有講啊，普賢一切諸佛前，係嘛？用呢個燈號可樂床幡寶蓋，一一猶如妙高聚，供養十方之如來，即係供養。何要供養佛呢？你想唔想求福呢？求福你供養佛嘛？供養佛呢？佛個福再大嘛？你供養佛就得佛個福啊！咁樣咧，你就得福啦。所以供養十方如來菩薩咧，增加嗰個福德啊！燈塗果樂，有啲燃燈嚟供養佛，或者用呢個塗香嚟供養佛，燒香嚟塗佛，或者用呢個生果嚟供養佛，或者用呢個音樂嚟供養佛，燈塗果樂，供養無量百千萬億諸佛。所以菩薩要求福，福言未滿即證菩提。所以要供養無量百千諸佛，以諸佛所即眾德本啊！八萬菩薩呢，個個就一切佛所呢，德本，德就眾德，眾德之本就般若，般若為眾德之本。所以菩薩供養諸佛就求福，福自為本，福能助慧啊，福能容慧啊。福能容慧咧，呢個慧就現得出嚟嘅。慧咧就為眾德之本，在諸佛所
係咪植種德治本？就植呢個果嘢，果嘢就增加，果嘢就種子嘛。植種子而為種德治本，所以叫做植種德本。常為知佛自所稱限啦，供養百千佛求福，植種德本求慧福慧都柴收啊！嗰陣時自己嘅智慧與佛同，慧與佛同，德與佛同，見與佛同，談與佛同，所有功德與佛相同，自佛而來，稱曰讚歎，所以常為知佛自所稱限，依持修身，善入佛慧。百萬菩薩呢，用呢個持啊，修即係訓人，訓自己嘅法身。你不用持嚟修咧，你用法身就一個；用呢個持嚟修身呢，一身就化為無量身啦。一身化為無量身，就係觀音菩薩32應身啦。化為無量身呢，可以見天，現呢個天身而度之；見人，用一個人身而度之；見鬼，現一個鬼身而度之；見畜生，用一個畜生身而度之。隨類化身，皆由呢個慈悲啊，以嗰個法身而相合，所以能夠現出種種嘅身，到五隨教化眾生，天人地獄鬼畜生五隨教化個眾生。所以無量無邊嘅身呢，都係萬身，萬法通身即法身。呢個就以慈修身，以呢個慈悲訓嗰個法身，一身就變為無量身。呢個就菩薩下化眾生啦，以慈嚟修身，善入佛慧。菩薩去求佛慧，佛慧向何處求呢？係咪嚟咗無明而有佛嗰個智慧啊？退咗呢個無明求佛智慧，呢個別教菩薩。現教菩薩唔係捨無明而求智慧，現教菩薩呢就管呢個無明啊，當態度智慧，呢個名善入。所以無明實性就即佛性，無明紛紛融，呢個無明一融咗咯，智慧就紛紛生咧。當然呢個病一融就水，無明一空就佛慧，空一份無明，得一份佛慧；空十份無明，得十份佛慧。無明分分空，佛慧分分正，呢個名為善入佛慧。永嘉禪師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啊！萬法空身就即法身啊！萬法空身即法身，咪以此嚟修身咯。無明實性就即佛性，呢個就善入佛慧嘛。通達大智，道義彼岸，智慧向何處求咯？你通達得啦，通達在我哋嘅心中，心呢後觀一切法即空，受呢個空觀，受呢個空觀呢就得一切智。心呢後觀一切法即假，受呢個假觀呢就得呢個道種智。心呢後觀一切法即眾，受呢個眾觀呢就得呢個一切種智。而是一心即空即假即眾，一心具足三種嘅智慧，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三智一心中得，呢個名為通達大智。道義彼岸呢，到自法嘅彼岸，一切智到自法盡大嘅彼岸，道種智到自法逐大嗰個彼岸，一切種智啊，到呢個自法一二大實相嘅彼岸。故云道義彼岸，一心三智通達大智。一境啊三大到三大嗰個彼岸就道義彼岸，名稱普聞，
無量嘅世界，到咗實相嘅彼岸咯。嗰陣時就有實德，實德一現前呢，就有實名，名與德相稱，唔係有名冇德嘅，有名而冇德呢個假名嘅，有德必有名，名與德嚟相稱。例如觀音菩薩係個名，觀音菩薩有咩德啊？觀音菩薩能唔能夠以呢個德相應？觀音就尋聲救苦嘛，大慈大悲嘅德，所以觀音係名，慈悲係嗰個德，所以觀音有慈悲之稱，呢個名稱就普聞十方世界。文殊師菩薩之名，文殊師利菩薩，我稱佢大智慧，佢能夠教人發菩提心，所以咧文殊師利菩薩呢個智慧嘅德咧，亦以名嚟相稱嘅，就名稱普聞十方世界啊！德遍法界，其名亦遍法界，所以名以德普聞無量嘅世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菩薩度人呢，唔係一定親身去嘅，佢個名都能夠度到人，名中有德，眾生聞名養德，就得到咗啦。所以名中有德，就能度無量無數百千眾生。例如我哋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名中有德，所以我哋念阿彌陀佛能夠滅罪嘅，念阿彌陀佛咧能夠得福嘅，念阿彌陀佛能夠出苦海，名中有德嘛，所以咧就能度無量百千眾生。比方我哋一個名我哋冇德，你唔好念我名，念我名唔能夠令你出苦海，唔能夠令你了生死。阿彌陀佛個名咧，名中有德，你念阿彌陀佛個名咧，生死你就了，業障你就除，福德就增加，苦海就出，能夠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個名，名中有德嘛，所以名稱普聞無量世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咁你觀音菩薩嘅名咧，亦有德咧。你念觀音菩薩嘅名號咧，亦能生極樂世界。觀音菩薩名中有慈悲嘅德在其中，所以能令你離生死苦，得生淨土。因此個兩句合為一句，名稱普聞無量世界，令無量嘅眾生得到叫做能度無數百千眾生。其名一文殊師利菩薩，將來嘅漢德，現在就舉名答問菩薩，略略舉幾個名字出嚟。第一個文殊師利菩薩，凡以文殊師利，諸云叫做妙德。菩薩有萬德，邊一德在妙呢？見佛性嘅德在妙，乜嘢德都唔及見佛性嘅德。菩薩持戒都唔及見佛性。菩薩有神通亦唔能夠及見佛性。菩薩有辯才嘅德都唔及見佛性。所以文殊師利教一切眾生得見本來面目嘅佛性。所以個老人家嘅名字咧，就稱為妙德。涅槃經文，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就講呢個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咧，是大果而行人，過去成佛，龍種上轉王佛。現在咧就北方呢個歡喜世界，叫做歡喜藏摩尼寶積佛。將來咧叫做普現如來，過去有佛龍種上尊王佛，現在有佛歡喜藏摩尼寶積佛，未來有佛普現如來。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大果而行因，大果行因啲菩薩。文殊師利菩薩
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度人見佛性，見到佛性啦，從性起受，大慈以眾生之樂，大悲拔眾生之苦，呢個就觀世音啦。假如觀世音未曾見佛性，點可以大慈以樂啊？大悲拔苦，所以大慈大悲就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寶藏佛言，由你現取大千世界啊，故名得大勢菩薩。取呢個大千世界啊，呢個大勢至啊，我哋有邊一個能夠有大勢力呢？取大千世界為佛土，呢個就大勢至。我哋取一個佛土都取唔到咧，我哋取大嶼山、香港就取唔到啦，九龍取唔到啦，美國就取唔到啦。我哋只取一個地方，就唔正大勢至咧。取呢個大千世界而為佛土，呢個就名為大勢至。皆由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慈以一切眾生樂，悲拔一切眾生苦。有咗大慈大悲，你就能夠在一個佛土裏頭將嚟成佛，所以正為大勢至菩薩。常正尊菩薩，你又取大千世界為你個國土唔係指茅棚咯，唔係指叢林啊，以大千世界為你個道場，為你呢個佛國，你一定有正進，常正進，念念求菩提，念念正進嚟求菩提念念向呢個菩提而前真，呢個名常正真。你看呢個水念念流入大海水你看呢個草木念念都生長，然後開花結果。你看呢個火焰念念相續，然後放光明呢個火焰滅咗大電唔起我條火就熄咗咯。火焰念念相續，所以放光明。我哋種木瓜念念增長，所以然後有木瓜食，係咪啊？求無上菩提的益福如是，念念嚟精進，將來方可以萌呢個菩提芽，將呢個菩提經，生呢個菩提葉，開呢個菩提花，結呢個菩提果，念念有精進所以叫做常正尊菩薩。不有識菩薩求無上菩提，念念都有精進，念念都係佛，念念都係法，念念都係僧，念念都係戒，咁樣就求到無上菩提啦。你唔好話有一念唔係佛呢，無上菩提就求唔到嘛。我哋種菜都念念都增長嘛，佢冇話種日間就增長，夜晚就唔長噶嘛。夜晚佢就長嘅，亦唔可以講種咗菜夜晚長日間佢又唔長噶嘛，一夜佢都生長嘛，然後嗰棵菜又肥又大嘛。所以修行求道有念念嚟精進，念念嚟增長，故云常正尊菩薩。不有識菩薩呢，你要度眾生，度眾生唔可以有識噶。所以現在世界上啲人呢，個個都話禮拜日咯，我哋有識一天佢揾錢啫嘛，個月揾少一日錢，佢咪有識啦。度眾生唔可以有識噶，所以度眾生冇得有識噶。你睇下我哋中國有一個聖人叫做周公，周公係文王嗰個仔，武王嗰個大，成王嗰個叔，以天下非戰，佢就輔呢個成王做個宰相。佢做宰相有冇有識噶？一木三厄花，佢嚟沖涼洗澡
嘥到咁上下咯，有人嚟啦，有來賓啦，佢即時將呢個頭髮紮翻佢，出嚟會見呢個賓客，見人賓客咯，係咪？呢個賓客應酬咗咯，乃言下事，咁又翻嚟沐浴，又有賓客嚟咯，咁又將啲頭髮紮跟住，又出嚟見呢個賓客，意思佢沐浴洗澡分3次嚟洗，然後洗到當你個陣下，一沐就3髮，一飯就3好譜。佢食飯打鼻，把啖飯擺在口裏後，慢慢啲嚟照，誰不知有人嚟找啦，有來賓嚟找，即刻將嗰啖飯吐咗出嚟，見呢個賓客，見人找啦，再嚟食，又有嚟，咁咪又將嗰啖飯吐咗出嚟，又就見呢個賓客，乃人下事為國為家，所以佢食一餐飯吐3次俾我哋唔得閒食飯見你，男人你都唔係，不有識菩薩，不有識菩薩，食飯都唔得閒食，沐浴又唔得閒沐，瞓覺又唔得閒瞓，呢個就不有識菩薩下化眾生你看幾多眾生在苦海你能夠有時間嚟休息㗎？冇得你休息㗎，有個度眾生冇得休息。地藏菩薩在地獄嚟度眾生，一日3時，早午晚3時入地獄攝法，唔知入一個地獄100千萬億個地獄，所以地藏王菩薩有分身，就神都唔得閒，呢個就不有識菩薩為度眾生之故所以不有識菩薩下化眾生眾生在苦海中刻刻都受苦，你用念念不有識而導致，呢個不有識菩薩。寶掌菩薩常精進常求佛道，不有識下化眾生，度眾生係點樣度呢？用呢個寶嚟度手掌呢後揸呢個寶嚟害佢個眾生，揸咩寶佛寶、法寶、僧寶以佛法僧3寶嚟害佢嘅眾生，所以正係寶掌菩薩。藥王菩薩利用佛法僧3寶害佢眾生對眾生有身病，你又醫佢個身病；眾生個心病，你又有醫佢個心病，能醫眾生身心良病，係藥中之王，呢個係藥王菩薩。世界上呢個醫生只能夠醫你個身病佢不能夠醫你嗰個心病你話有煩惱咯，即係揾醫生嚟醫，醫生定佢個頭，我唔識去醫煩惱。若果你醫煩惱你就稱佛陀爺，佛係個大醫王，能醫眾生嗰個煩惱嘅，煩惱叫心病藥王菩薩不同，佢能醫眾生身心兩病，所以佢名為藥王。藥王菩薩話：現劫前佛出世，我哋嚟供養；現劫前佛嘅滅度，我哋去起塔；現滅度以後啦，咁樣有災難我哋去救護；滅度以後咯，有幾緊有道病我亦去救護。再後就成佛，現劫前佛，再後嘅佛呢叫做鬧之而來，就係藥王菩薩，即係藥王菩薩再後成佛。勇施菩薩，藥王菩薩醫眾生身心兩病，勇施施到布施，財施、法施，勇猛精進，財法二施，方能救度眾生，所以勇施菩薩。寶業菩薩、月光菩薩、滿業菩薩，咁財法二施嚟度眾生點樣度教眾生受呢個控觀，觀一切法生滅，生滅即控，
守呢個空觀。空觀咧就無我咯，那命咧就得呢個真大之理現前。受空觀啊，見真大之理現前，呢個就寶業菩薩。咁樣咧，月光菩薩咧就受假觀，教眾生嚟受假，一切法如幻如化，水中月，鏡中像，亦是業，係幻化啦。幻化就即假啦，所以受呢個假觀。受呢個假觀咧，呢個就名為見俗大之理，呢個就月光菩薩。滿月菩薩咧係教眾生啊，受呢個眾觀，受呢個眾觀，受呢個眾觀咧啊，就能夠破無明啊，呢個就見大一二大之理，呢個就滿月菩薩。寶月菩薩係空觀，月光菩薩係假觀，滿月菩薩係中道大一二大嗰個觀，教眾生嚟受三種嘅觀。大力菩薩、無量力菩薩、第三界菩薩咧，假如教眾生嚟受呢個空觀咧，見真大之理咧，就能破見思惑，得一切智，一切智嘅力量係大啦，叫大力菩薩。若果教眾生受呢個假觀咧，破呢個塵沙惑，見俗大之理咧，就得呢個道種智，道種智到無量力菩薩。假如教眾生受呢個眾觀咧，啊咁樣就破呢個無明惑，呢個大一二大之理咧，就得一切種智，得一切種智啊，即三界而出三界，呢個就叫三界菩薩，唔需要離開呢個火宅，即火宅就係法眾之王，即三界而出三界，佢受呢個眾觀嘛，受呢個眾觀嘛，得一切種智，即三界而出三界，呢個咪業三界菩薩。不陀婆羅菩薩，此云叫做善守，善守呢個佛法，守護呢個佛法，呢個就不陀婆羅的菩薩。你能夠守護呢個佛法，佛法就知空觀、假觀、眾觀咧，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咧，守護呢個佛法咧，嗰陣時咧，你就得呢個慈心嘅三昧，慈心三昧就彌勒菩薩，彌勒菩薩呢個慈悲心啊，周遍法界，一切功德以慈悲嗰個功德為最大，就得呢個慈悲三昧，就係彌勒菩薩。寶積菩薩得咗呢個慈心三昧咧，你就可以在呢個佛法海之中採寶積寶，三大阿僧祇劫，積集無邊佛法之寶，呢個就寶積菩薩。若果能夠積集無邊佛法之寶咧，你就可以做個導師，引導一切眾生捨邪歸正，捨埋反悟到涅槃嘅彼岸，呢個名為導師菩薩。你做導師，你一定要積集無邊佛法之寶，方可以在苦海中為人之師，呢個就導師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8萬人俱向呢個得法境。